继续来看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再去邀请交通部长陈世凯、甲台铁公司、甲铁道局，针对花莲滨交道的高架化来做交通建设的考察。真拄好的是，花莲的《经济日报》今仔日的头版写讲，民进党政府拢无咧插花东的发展，都因为安尼，鲍坤基甲陈世凯冲突呛声。 你在这里扯党派，我就说很奇怪，这里有哪一个人跟你讲党派？只有你心中在讲党派，还是这里？国民党立委鲍坤基甲交通部长陈世凯做伙会勘建国路的滨交道厅干部，现场气氛充满火药味。政务官要有肩膀，你既然没有办法承担，你就应该辞职下台，不是在这里，这里没有人要跟你吵架。 导火线就是因为花莲的《经济日报》头版写交通建设拢跳票。 民进党的政府无重视花莲甲台东的发展，陈世凯强调讲中央真重视花莲。鲍坤基听甲袂做咧，爱陈世凯卖个辩解。还有一丝的善心善念，绝对有，告诉我们地方，告诉我们地方，给你多少时间，你来承诺。民进党立委林国成做中人，气氛才有较回。考察的评证，民进党早就料想到新北用智能一面对面册写讲，鲍坤基考察时阵的经典的老步数，行动场甲官员确认政策，讲是伊申请的，煞来县政府消极无配合，才过来骂民进党无做代志，看不起花莲。所以拜托大家不要再被傅昆欺骗了。花莲停滞了20年，就是他一手造成的。只要让他继续留在立法院，台湾的未来损失是50兆起跳。 为着反罢免鲍坤基，搁转到花莲过基本盘，无如何未经宣传政绩，就先呛中央。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